英国首相梅伊 Theresa May 周日24日表示，她将英国脱欧协议的下一次投票延迟至3月12日。周日前往埃及的梅伊告诉外媒，她和其团队将于周二26日访问布鲁塞尔，与欧盟领导人讨论协议的变化。仅剩下大约30日就将脱离28国会员国的欧盟，梅伊希望英国脱离后还是可享有保护国民经济的贸易条约。梅伊表示，因此本周我们不会对议会进行有意义的投票，但我们将确保在3月12日之前，我们仍然可以在3月29日与欧盟达成协议，这正是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。反对党之一劳动党党主席 Jeremy Corbyn 表示，梅伊通过不顾一切的耽搁时间，来迫使议员在他糟糕的协议和灾难性无交易硬脱欧之间做出选择，从而使国家面临风险。劳动党将与议员合作，以防止任何无交易打破僵局，并为我们的替代计划提供支持。上周市场对于英国脱欧协议保持了乐观的态度，从而提振了英镑。然而，如英国无法在脱欧截止日前拟定计划，似乎会对英镑造成负面影响。更多精彩内容请至钜亨网连结。